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，今天是2026年8月6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產。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這萬科又開始折騰了。萬科組織架構再瘦身，萬科撤銷辦公事業部。8月6日上午消息，新浪財經獲獨家消息說萬科正式撤銷辦公事業部，調整後公司事業部數量由8個縮減至7個。根據知情人士透露辦公事業部撤銷後，各個項目並入各自城市公司，事業部負責人盧斌轉任中航萬科負責人，事業部部分員工轉崗至城市公司，部分員工按優化方案獲賠離職。萬科官網組織架構資料作出更新，對此調整截至發稿，萬科方面暫無官方回應。這個暴雷房企一個個的不停的在調整組織架構，這是正常情況就是折騰唄，因為它不行了。首先要扁平化，再要瘦身，8個縮成7個，這力度還小了一點8個縮成4個沒毛病。為什麼呢？養不起這麼多人了，因為又沒有項目要開發，對吧？今年上半年前100家房企這個拿地是不是下降了30%都不拿地了，沒得開發，現在都是保交樓，那些爛尾樓給它弄完就完了，還要那麼多人幹什麼呢？而且這房子都是賠錢，但是這樣也不行，很難解決，還是只能延緩這個雷往後推。只要牛馬韭菜不買它這個眼前的困難它是很難克服，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前100家房企今年上半年這個銷售金額是不是又是斷崖式下跌我前2天咱們數據是7月份是吧？新房銷售前100家才賣了2000多億，這在2021年3家恆大、碧桂園、萬科3家一個月就能賣2000億，現在100家一個月才賣2000多億這什麼概念神仙來了也沒救沒戲。現在還有什麼物業事業部、商業與酒店事業部、辦公事業部、長租公寓事業部、海外事業部、食品事業部、物流事業部和財顧事業部。這個我覺得應該砍到4個差不多。物業和酒店對吧，就合二為一了。辦公事業部已經砍掉了，對不對？它不還食品事業部是幹啥的？財顧事業部是幹啥的？所以要斷臂求生要果斷，這個力度還是小了一點。我們接着看這個南都灣財社報道，一線城市杭州7月份樓市情況。他說7月的雨下個不停，廣州1、2手住宅晚簽量環比同比均下降。作為一線城市7月份同環比雙下降，那不就回到原來的軌道上了嗎？剛過去的7月份，廣州雨下個不停，外出看房者減少。據廣州市房地產中介協會及普瑞數字廣佛區域發布的報告，2020年7月，廣州市2手住宅晚簽套數和面積環比小幅下降0.94%和3.42%，分別為8658套和85.85萬平方米，同比分別下降7.1%和7.23%。這是2手房一手住宅方面，7月成交面積是51萬平方米，環比下降28%，同比下降4%，同環比都是下降，一手房、2手房都一樣。那麼成交均價呢？32008元每平米，環比同比均下降1%。廣州作為一線城市現在基本上是全線滑落成交價、成交量同比環比，一手、2手全面潰敗。廣州市房地產中介協會報告指出2026年7月份，廣州中心城區2手住宅成交，除白雲區外都有所增長，外圍區域除花都外普遍有所下降。核心城區還好一點就是外圍郊區呢就是暴跌，就這意思。那麼今年前7個月呢，就是從2020年1月1號到7月31號前7個月，廣州市2手住宅共晚簽62016套和620萬平方米。一手住宅成交方面，普瑞数字廣佛区域數据顯示，年中過後，
廣州樓市進入傳統淡季休整期，市場供求量價同環比均清一色呈下滑趨勢。實際上北京也差不多啊，7月份。現在全國啊唯一啊說還在漲的就是上海，上海的成交量在漲，二手房成交量，但是價格那就很難說了。说到價格啊，我們再看看这個二手豪宅。咱們介紹過上海、杭州二手豪宅是吧？價格暴跌啊。今天看看武漢的二手豪宅據說也是腰斬了。今天在網上看到一個啊，這個房產中介說啊，他說武漢樓市最後一個堡壘叫雲亭開始暴跌，業主巨虧800萬，這是豪宅啊。今天武漢樓市 Top One 豪宅標杆武漢天地雲亭2期，有個房東撐不住了，258平，以850萬，單價3.2萬一平拋盤。這套房的業主是2022年高峰期上車，哎呀，恒大爆雷以後買的啊，那真是頭鐵啊！2022年買的，最高點的時候上車的，但是買的時候是總價1600萬，單價6萬，那麼現在是850萬賣，業主巨虧接近800萬，敢嗎？武漢天地雲亭是全武漢最堅挺的樓盤，就是這個價格是最堅挺的啊。武漢樓市的最後一個堡壘，過去2年無論行情如何變化，雲亭價格雖有波動，但從來沒有跌破發行價，還保持了1萬加的增值。今天武漢天地雲亭的神話破滅了，跌破開盤價，比首發價4萬1一平還跌了6、7千，比業主二手上手價還跌了近3萬一平。你看，無論是上海還是杭州還是武漢，豪宅啊，這種豪宅也不保值啊，只有新房是吧？大家去搶購日光，但是一旦二手好像沒人買，這是為什麼呢？跟最高點已經腰斬啊，都已經不值了，豪宅都頂不住啊。我們經常討論啊，說房價有沒有見底，我們經常有人就用這個租售比，對吧，來衡量房價有沒有見底。如果租售比已經比銀行利息高了，比那個按揭貸款利息啊高，那麼說明房價恐怕要見底了。因為這個時候房子再跌的話，就有人買了，因為這個時候買是一出租，是不是啊？租金就能覆蓋貸款的利息，所以叫租售比。那麼這個租售比到底怎麼算呢？是不是簡簡單單的啊，用這個租金除上總價就是租售比呢？哎，今天我看有個人說啊，這麼算是不準的，為什麼呢？他說租售比都是年租金除以房價，很多個人或者研究機構將其作為判斷房價的關鍵因素，但是啊，在真實的場景中，租售比往往跟實際房價相悖。他說根據媒體報道啊，他說最有可能回暖的1線城市租售比反而最低，而幾乎沒有希望的2、3線以下城市租售比卻離奇的高。這個就是你看我們很多媒體報道是吧？成都、長沙，對吧？好多人專門買老婆小出租，哎，就是說那個租售比合適嘛。相反這樣的故事是吧？很少在深圳、上海、北京出現，你看都在長沙嘛、成都嘛，那是為什麼呢？有人說啊，是租售比數據失真了嗎？顯然不是。根本原因是所用租售比的計算方法有誤。真實的租金回報率應該是去掉裝修費用之後的租售比，可以取個名字叫可回報租售比，等於扣除裝修折舊後的年租金除上房價，其導數才是真正的租金回報率。這個我在以前節目也介紹過啊，我那房子要出租，好像是貝殼吧，去他要收嘛，收完之後他就跟我說他要装修，我以為装修就1萬塊啊，或者对吧，你隨便弄一下，我就同意。然後他就找了就是他們自己的啊，有設計師過來一量，量完之後就跟我報價啊，報價好像是7萬多塊錢，給我裝修一下7萬多，我那1年的租金才多少啊？好在他说啊，这個裝修費用從我的每年租金裡面扣，每個月1個月扣一點，3年或者5年扣完，我拒絕了啊。我說那你這不就是你還賺裝修的錢唄？那個給的租金又不高，
市場價就是那麼多，他給的就是市场價，完了之後我還要承担裝修的錢，所以按照作者这個說法啊，確實，那我把我的這個收到的租金，再把這個裝修的錢一去掉，那我這個回報率是不是就更低了？作者舉個例子啊，他說一套上海的100平的房子出租前裝修費是20萬，月租金7000塊，因為是出租就沒有自住那麼爱惜，10年後裝修已經不行了，需要重新裝修，計算租售比會以7000元做月租金，年租金就是8萬4，但房東實際回報要扣除每年裝修折舊2萬元，實際年租金應該是6萬4千元。如果按照這種扣除掉裝修費用的租金計算租售比，然後再去考慮各地房價，就比較準確。他舉例子啊，他說1線城市按24萬每100平，2、3線城市按18萬每100平，折舊時間啊都是按10年算，所以他通過這個來算啊，得出個結論。什麼結論呢？扣除裝修折舊後可回報單位月租金，北京是79.79，上海是74.57，深圳是60.81，廣州是36.18，杭州是34.48，單位都是元啊。南京是25.87元，就是每平米每個月，按裝修費用15萬元每套計算啊，這是2線城市啊。那麼成都是23塊9毛9，三亞22塊錢，珠海是19塊，西安是12塊6毛7，青島是14塊等等啊，蘇州是16塊7。2020年7月城市住宅均價數據，在每個城市住宅均價啊，北京是54763，深圳是53230，上海是51304，廣州是30163。那麼根据這個一算啊，可回報租售比為北京是1.7%，上海是1.7%，深圳1.4%，廣州1.4%，厦門是0.8%，杭州是1.4%，三亞是1.2%，南京是1.6%，福州1.2%，天津1.4%。這麼一算好像就对了啊，那個其他城市回報租售比顯著低於北上廣深1線城市，北京還1.7%呢，上海是1.7%。這個顯然啊，比那個按揭貸款還低得多。這個賬一算也能說明問題啊，說明為什麼現在很多專家說啊，現在那個我記得前一陣子有媒體說，現在租售比已經到了2點幾了，跟那個公積金貸款差不多了，所以很多人去買。實際上不是啊，你看這麼一算，回報率還是挺低的。北京只有1.7%嘛，其實這麼一算啊，還是比較有道理，就是你把裝修的費用給去掉，房子要折舊。說到租房，今天網上一篇文章叫當我那套老破小半年都沒租出去的時候，我才意識到經濟下行真的來了。說以前總聽別人說經濟不下行，行情不好，看新聞刷視頻都是別人家的故事，感觸不深。直到今年我自己親身經歷了這件小事，終於徹底讓我看清了當下最真實的民生現狀。他說我家裡啊有一套老破小安置房，當年買這套房子不是為了投資賺錢，只是為了孩子能上個更好的學校讀書。安置小區房齡老，戶型一般，環境也普通，唯一的好處就是附近有所名氣不小的小學。我們家長的想法很簡單，為了孩子上學，這也是剛需。孩子讀完小學進入初中之後啊，這套房子就空了出來。前些年一直對外出租，說實話，那些年房子特別好租。房子雖然比較老，但是地段挺好，周邊超市多，生活方便，離學校近，接送孩子也好，對外出租每年都很搶手。那這個你看妥妥的学区房啊，而且生活便利，就這麼一個房子。但是基本上啊，上一個租客剛到期，下一個立馬有人接手，從來沒有空過超過半個月，租金也不算低，一直是穩穩當當的收入，這就是学区房啊。但是啊，天變了，我一直以為這套学区小房子會一直這樣下去，我也會一直做個收租的房東，但今年情況徹底變了。
房子從今年年初租戶退租後就空了出来，我照常掛了中介，掛了网上平台。一開始我沒當回事，畢竟按照往年經驗，最多10天半個月就租掉了。實踐證明啊，這個房東還是大意了。沒想到這一掛就是半年，那你空了半年呢？期間看房的人都寥寥無幾，諮詢的電話也少得可憐。中介跟我說啊，今年跟往年完全變了。以前很多陪讀家長、外來務工、上班族搶着租這種剛需小戶型房子，可是今年的租客一下子少了很多，附近很多閒置的房子都租不出去了。你看看啊，也不知道人去哪兒了，突然就沒了。要不然我北京的房子怎麼會一降再降的租金？这也是我親身經歷的啊。我一開始還不相信，以為是我租金掛高了，我主動降了200，幾天下來還是沒人問，然後又調低一點，依舊沒有電話打進來。這時候我才真正意識到，不是房子的問題，是大環境真的變了。你看，只有經歷的人才知道啊。以前大家手頭寬裕，工作穩定，哪怕租金貴點，為了孩子讀書，為了上班方便，該租還是租。現在不一樣了，很多外來打工的收入不穩定，乾脆回老家發展。陪讀的家庭也開始精打細算，多跑遠點就跑遠點，畢竟一個月多掙幾百不容易，辛苦一點就可以省好幾百。以前租客搶房子，現在是房子等租客。你看啊，從那個綠皮火車爆火就能說明問題。高鐵雖然快，但是人家還是願意坐綠皮火車，那雖然慢一點，但是省錢呢。畢竟你多賺那300塊錢很難呢，是不是這個道理啊？現在大把的時間，所以它可以等，可以慢一點，只要便宜。這套不起眼的老破小學區房，從秒租變成長期空置，成了當下最真實的經濟縮影。普通人看不懂複雜的大數據，也看不懂新聞裡的大政策，但我們能從生活的變化裡感受到，生意好不好，工作穩不穩，大家敢不敢消費，願不願意租房，都藏在日常生活裡。說實話，他說剛開始空租那幾個月，我心裡確實有點慌，習慣性以為是自己的房子問題，反覆懷疑，反覆降價。慢慢的我也看通透了，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困境，很多房子都空置着，各行各業都在變化，崗位減少了，賺錢變難了，大家不得不降低消費慾望，把口袋裡的錢捂得緊一點。就像我說的勒緊褲腰帶啊，那沒辦法，越勒越細啊。不是悲觀時代，而是經濟發展本來就有周期，房子租不出去，少了一筆收入，確實可惜。但換個角度想，沒有負債，沒有壓力，手裡有餘額，這也是普通人最大的安穩。行情好的時候，大家拼速度，加班掙錢；行情平淡的時候，大家拼安穩，比誰更會省錢。半年沒有租出去的老破小，讓我明白經濟下行真的來了。不過，我相信所有的低谷都只是暫時的沉澱，我們一定會回到想買就買、想租就租的時代。那這個作者，對吧？他的房子半年了還沒租出去啊，看到這寫的，到現在還沒租出去，那他消費也會節約，對不對？因為他這個錢也是有用的，預算，對不对？他的支出很難減，但是收入少了一塊，你看房租這塊少了，那他不就勒緊褲腰帶嗎？他也得勒緊褲腰帶，是吧？在某些地方大家少花了，預算得砍。你看，这就是一環套一環，一個影響一個。最後我們再看看老破小啊，很多人對老破小沒有概念，看着這個小陽春吶，從3月份到5月份、6月份，北京、上海老破小，對吧？同比啊，一直創新高，主要是老破小嘛，而且是全款。你看，我想象一下，北京200萬、300萬買的老破小，那是什麼樣的房子呢？這在市區，對不對？所以今天啊，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，他就介紹老破小。他說啊，當初啊，花20萬買下別人嫌棄的老破小，本以為撿到大便宜，可入住1年後才
才知道有多遭罪。文章說啊，他说如果你现在手頭預算不多，還想買個房過渡一下的話，聽我講完我自己的親身經歷，然後再考慮買不買房。當初啊，我跟大家心裡想法一樣，趁着現在房價稍微有點下降的苗頭，趕緊買個房先過渡一下，等後期手頭寬裕了再去換一個大點的房子。因為手裡預算不多，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，不想再忍受年年搬家的委屈。當時心裡只有一個想法，哪怕房子再破，那也是自己的家。很多人買房都是這麼想的啊。不管親戚朋友怎麼勸我，我當时的想法就是必須要買一套屬於自己的家。最後拿出我所有的積蓄20萬，買了一套人人都看不上的老破小。在買房之前啊，中介公司把老破小房子吹得天花亂墜，像地段好，生活設施齊全，出門就是菜市場，周邊超市、醫院等離得都比較近，還說老房子沒有公攤，所有的面積都是自己的。那個時候啊，我想的其實也很簡單，雖然花20萬，但我終於有了自己的家。雖然是別人都嫌棄的老破小，我也很知足。可住了1年多時間，我真的後悔了，並不是說忍受不了老破小，而是每天過得真的是遭罪。如果有準備買老破小想過渡一下的朋友，聽我一句勸，不要因為預算不夠就盲目上車，買之前一定要考慮清楚。老破小為什麼不能買啊？第一個問題，漏水發霉，永遠修不完的小毛病。它是老房子老化嚴重，這點真不是鬧着玩的。一到下雨天，窗戶漏水，牆皮起皮發霉，最讓人忍受不了的是樓上漏水。我好聲好氣的上門去溝通，又說好話，又買東西，可樓上一對老夫妻根本不承認是他們漏水，還嫌我事多。你看，你还說不了理。最後没办法，我自己掏錢維修。原以為修完之後就沒問題了，可事實上是我想多了。沒過多久又壞了，請師傅過來看，師傅說這是老房子底子壞了，修一次根本解決不了問題。漏水這個東西你修是沒有用的啊，你得從樓上修，樓下修有什麼用啊？對吧？樓上要做防水。第二問題呢，管道老化維修難，說老破小的房子畢竟幾十年了，管道已經锈的都不成樣子了，動不動就堵，動不動就反味儿，那沒法住，對不对？最讓我忍受不了的是晚上，一到晚上，樓上一冲廁所，一用水，整個屋裡的管道都轟隆隆的響。对于我這種睡得淺的人，根本就睡不好。我也想徹底給重新換一下管道，可光砸牆、砸地磚，工錢、材料費都要1-2萬起步。本來買老破小就是為了省錢，這樣下來都快頂上重新裝修了。管道老化啊，包括還線路老化呢。第三個問題，沒有任何居住幸福感。我買的這個小區啊，因為是幾十年的老小區，小區沒有物業，樓道口永遠堆放着紙殼雜物，衛生沒人清理，滋生的蚊蟲也特別多。如果再碰上隨手丟垃圾的人，那整個夏天味道刺鼻難聞。小區內也沒有規劃車位，汽車、電動車都在路面停放，下班回來天天為了停車發愁，並且蹭事件經常發生。第四個是隔音差到毫無隱私，老房子樓板牆體都薄，樓上樓下左右鄰居稍微大點聲說話，或者在衛生間沖個馬桶都聽得一清二楚。有時候碰到鄰居家鬧家庭矛盾，吵得不可開交，你不想聽都不行。這1年多住下來，我的感受就是天天頂着黑眼圈睡不好。買房之前我就認為不管是啥房子，最起碼最後不住了還能給賣掉。可真正住進去才知道，沒有人願意買個居住幸福感為0的房子，既沒有電梯，環境又差，小問題不斷，不管是誰都不會願意買。可看着房價1年比1年便宜，想賣又賣不掉，出租也沒人租，這種感受沒有經歷過的人不會懂。我個人並不否定老破小，只是對於我來說啊，老破小真的不適合我。如果只是短時間過渡，我能接受老破小的缺點，還是可以入手。但是如果你手裡預算充足的話，聽我一句勸，
堅決不要買30年以上無物業樓頂1樓的老破小，這是血的教訓啊！很多人可能覺得價格便宜就是撿到大漏了，其實並不是這樣。雖然看着房價便宜，但後續幾十年的生活成本、維修成本、新秦成本、貶值成本等等是貴的離譜。所以前一陣子對吧，很多媒體鼓吹啊，有人在長沙，有人在成都買8套房、10套房出租，專買這種老破小，你說是吧？所以我就高度懷疑他們是做自媒體的，缺內容、缺素材，買個8套，天天修房子就夠他拍的，对吧？每天我今天在這兒修房子，明天在那兒修房子，後天找這個租客收錢，大後天跟那個租客又不知道聊了個啥，对吧？每天都有內容，那有可能啊，他買10幾套房子，他不就一套房子20-30萬嗎？出租。這個作者說的对吧？老破小多少麻煩，跑冒地漏，反味兒，對吧？老化，動不動就得去修啊，你這事得有多少啊？你說一個月賺那1000多塊錢的租金，你還不夠你煩的。然後有個網友留言啊，說我去年自己買的老破小裝修，上海內環200萬出頭，6樓1室1廳，自己改成2室1廳，電梯今年也加裝了，自住舒服，出租的話價格5500左右，面積才47平，真正的老破小。在上海啊，一个47平的老破小重新裝修一遍，那至少也得20萬吧，他連管道都要修啊，電梯還加裝，如果把20萬算進去啊，那你租金5500，實際上不賺錢，對吧？20萬折舊，老房子你不管怎麼裝修，它還是老房子，對吧？你把裡面怎麼搞得漂亮，它骨架是老房子，對吧？總有哪兒要出問題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